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？当面跟他问清楚。叶天意苦心筹划多年，这时候他肯定听不进去任何人劝阻。倘若他知道你发现了他的秘密，不仅你有危险，还会连累整个云家。所以你受伤，是因为中了他的计，要去帮我取虎头？不是。你还在骗我？你明明是在乎我的，为什么要疏离我？不要再自作多情了。你还是即刻启程，离开凤凰关吧。就这么走了，老百姓的命就不顾了吗？先保住你自己的命，再挺直腰板告诉别人，我来保护你们。荣景，为什么你总是这般理智，就不能不计后果的任性一回？太过理智，就意味着太懂得如何克制。我恨你这一点。你去哪儿？我放火烧了这山洞。整个山洞都是粮食，他们是老百姓的命。你把山烧了，粮食怎么办？那我们就结粮赈灾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一切小心。是。行动。着火了！救火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回殿下，城中有几处地方突然着起大火。大火？几处？啊，下官已经派遣城中所有的官兵都去救火了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着了大火呀？哎呀，听说啊，来赈灾的什么殿下不顾难民的死活，激怒了天神，这天降大火呀！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是啊，混账东西！来人，将这2个散播谣言之人抓起来，就地正法，以儆效尤。哎，不，老爷饶命啊！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！不必了，滚！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走。殿下，火是故意放的，几处同时火起，可见他们蓄谋已久。不好，调虎离山之计。你说这个秦督官，他怎么还不来呀？大人，您说这皇上突然派人前来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估计啊，十有八九跟良相丢失一事有关。那岂不是有麻烦？只好如此。人既然都来了，我们得小心伺候。记住，
千万别因这个事坏了三殿下的大事。是。三殿下，景世子。三殿下，这赈灾粮饷和粮仓为何会被盗？前日有人在内城放火，使了调虎离山之计，想必已经谋划许久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有奸细？可是我却听说，连日以来三殿下一直在休养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景世子在料理。秦大人，三殿下为救云郡主身受重伤，今天为了迎接秦大人才勉强起身，前些日子呀，连走路都不太稳当呢。你受伤了？无碍，休养些时日便好。啊，秦大人，接风宴已经准备好了。诸位，秦大人一路从京城风尘仆仆，公属多有招呼不周，还请秦大人海涵。听说凤凰关特有的名酒叫香如玉，柔和回甘，冯大人何不拿出几瓶，请秦都官还有景世子尝尝？哎呀，三殿下，并非下官我吝啬，下官早就为这次夜宴准备了珍藏10年的佳酿，哪知前些日子城中突然离奇失火，这一把火把酒窖也烧了个精光。你说下官我，秦大人，您不会见怪吧？无妨。说起这把火，倒是着实离奇。贼人分工明确，内外接应，显然意在粮仓。都说景世子才思敏捷，不知依你看，这最后放火盗粮的人，最有可能是谁呀？内城失火的确蹊跷，但是否是人为，还有待商榷。既然秦都官是奉皇命而来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的确，不过今日我们先不谈公事。月儿，来，这是你最爱的葡萄，给你包好了。谢谢。景世子，这云郡主和三殿下是旧情复燃了吗？我这几日不见，错过了不少好戏啊。他们俩发展的倒挺快的，现如今都已经打情骂俏，如胶似漆了。既如此，早知道应该向皇上讨个情，换了我，成全了他们。你说呢？景世子一直不说话，是因为我的话刺痛你了吗？无关痛痒的人说的话，又何来刺痛呢？小姐，您不能再喝了，您醉了。未央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看到景世子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他分明就是很在意那个死丫头，分明就是很在意。皇上既然已经将您指婚三殿下，要不您就收收心。他一日也配娶我吗？世人都知道，
皇上最看不上的就是这个老三。我是谁？我是齐玉宁啊！我凭什么嫁给这个废物？可皇命难违，除非小姐与景世子米已成炊，否则……胡说什么呢？我迟早都要跟景世子在一起的，对吗？既然是这样，也未尝不可。小姐万万不可，属下是胡说的，千万不要动了这个心思。这事要传出去，你的声誉可就全毁了。所有人都说我和景世子是最般配的，除了景世子，我谁也不嫁。我们俩早晚是要在一起的。未央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吗？难道你就忍心我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吗？你会帮我的。陪了我几天，也没出去玩，闷吗？你要快点好起来才是。那看来，我得多病几日。月儿，若你能日日这样陪我，我宁可在凤凰关待一辈子。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
景世子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回事？这不应该是景世子的房间吗？你给本王看清楚了，这是本王的寝室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下迷药勾引本王，亏我还以为你算是个女中豪杰，没想到竟然能使出这种下作伎俩。你告诉我，告诉我，昨天晚上那个人是你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是景世子吗？我明白了，荣景就值得你这般献身。为了一个男人，竟连规矩和脸面都顾不上。你闭嘴！那怎么回事啊？发生什么事啦？不知道，郡主。月儿，你听我说，我昨晚神志不清，三殿下，你跟秦都官本就有婚约在身，反正是早晚的事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月儿，你要相信我，是他下迷药故意勾引我，是他不知廉耻。事已至此，你就好好对待秦都官吧。月儿，昨晚的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他。这是三殿下的家事，你不用向我解释，与我无关。怎么会无关？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啊！三殿下，你以后切莫再说这样的话了，以免让秦都官误会。你这是要和我划清界限了。是，请三殿下自重。让你潜伏在附近，就是这样看护主子的。属下的主子只有您一个，三殿下风流，属下管不着。还能动吗？死不了。你不仅命硬，嘴也很硬。这次算我欠你一条命，日后我一定还。我只是顺便路过，又顺便猎杀了几只猎物。救你，更是顺便而已。既然只是萍水相逢，又何来日后？
喂，你叫什么？无名无姓。既然能活下来，又何必寻死？我兰姨从不欠人情，今日你救了我，日后我当拿命来还。你既不告诉我叫什么，日后我便无法偿还。既如此，不如一开始便两不相欠。既然如此，我倒真想看看，你要如何偿还我这个人情。在下姓叶，叶天意。是你，三殿下，别来无恙啊！你调查我？兰姨既说要报恩，当然不是说说而已。三殿下被发配到这荒凉的月齐，却有一颗展翅高飞的雄心，如此，兰姨便有了机会。哦，你要如何帮我？你是兰家的人，准确地说，兰家是我的。我们兰家一向不问是非，不沾朝政，可遇到三殿下，这一切可能开始要改变了。但家主的意思是，我兰姨可以帮助三殿下完成你的志向。就如这雄鹰一般，不应该只困于这月齐，而是应该披靡整个天下。小姐，您别再这样生闷气了。您巾帼不让须眉，何必为了一个荣景郁郁寡欢呢？属下不走。您心里有什么怨，就拿属下发泄。只求您别再这样折磨自己了。给我滚！不要让我再见到你！属下不走。自打属下14岁踏入秦府，看到小姐的第一面起，属下就在心里暗暗发誓，我愿意是您的人。即便此刻天上掉刀子，属下也要护着你，绝不离开。那你就是这样护着我的吗？告诉我为什么？躺在我身边是叶天意，为什么？是属下该死，出了差错，害得小姐清白受辱。这份仇，属下拼了性命要帮小姐报了。你要干什么？算账。谁欺辱了小姐您，属下就去找谁算账，哪怕这个人贵为皇子。我当是谁呀？看来我是三殿下意料之外的人。杀了你，小姐的清白才能维持。就凭你？对，就凭我。因为你玷污了我最心爱的女人，就算我死，也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本王倒是才发现，秦玉宁的身旁
原来养了条忠心又痴情的狗啊！哼，我未央的确是贱命一条，自然比不了你们这些生来就高高在上的皇子。可卑贱之躯也是有血性的，三殿下可不要小瞧了。不自量力！不要！景世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三殿下，你又何苦为难一个侍卫？你这是在替他求情吗？就算是吧。难不成是为秦都官求的情？看不出景世子如此怜香惜玉啊！蝼蚁般性命，何劳殿下亲自动手？殿下算了，毕竟他是阴阳卫。景世子，多谢景世子救下我的人。在下并不是替秦都官救人，只是替皇上救阴阳卫而已。景世子，人人都想把我和叶天意凑成一对，可是全天生的人都知道我秦玉宁想嫁的人不是他。景世子，你不知道吗？与我无关的事，我不关心。与你无关。的确，显然是与你无关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清白之身，配不上景世子。可是景世子，你连一句安慰我的话都不愿意对我说吗？秦都官何必妄自菲薄？是，在景世子眼里，我现在一定是一个不清不白、不知羞耻的女子。在下还有要事，先告辞了。你对我，终究还是这么绝情。怎么还不说实话呀，贵妃娘娘？皇上对你那可是格外开恩了，再不说实话的话，那老奴也保不了娘娘了。臣妾真的不知道。送娘娘上路。我哥哥想必也不知道那个香粉有毒，我当时就以为这不结了吗？早说早没事了。哼！爹，朝中宣了旨意，让您进宫。
去把这个交给三殿下，告诉他，按计划行事。知道了。爹，这次是属下没有保护好殿下，竟然遭他暗算。没想到这秦玉宁胆大包天，其愚蠢至极，居然连这下九流的手段都使得出来。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小姐，我们就这么回天圣了吗？不然呢？还嫌我受到的屈辱不够多吗？今日让他们看尽了笑话，我秦玉宁早晚有一天会讨回来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父皇派了秦玉宁来，必定是对我有所防范了。如今他自动现身，未尝不是破局的关键。殿下的意思是打算就此接过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兵器库被劫，短时间内如何能筹集呢？殿下太小瞧兰家了，狡兔三窟，兵器库自然也不止一处。其他地方的兵器虽说品质略差一些，倒也能成事，过几天便能运到。多年前，我率军远征，拥有天圣王朝最年轻的皇子将军之名，看似光鲜威风，实则是被驱逐出门的丧家之犬。在兰姨心中，殿下一直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英雄。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从今日开始，我会将亏我的、欠我的，所有本该属于我的，统统讨要回来，绝不留情。这天下，迟早都是我的。兰家的所有人都会誓死效忠三殿下。乱臣贼子！我是皇家阴阳卫指挥使，乃陛下亲卫，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起兵我都敢，还怕你个阴阳卫？难不成你敢杀人灭口吗？我是让你做选择，你可以和我绑在一起，活得更好。你想让我替你隐瞒谋反之罪？你休想！当然，你可以拒绝我，然后选择死。你不觉得是命运让我们在一起吗？先是有了父皇的指婚，如今更是有了夫妻之事。你闭嘴！不论你愿意与否，如今我们必须夫妻同心。想成为我的夫君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可我能让你报仇啊！云家有女必为后，我想，没有人比你更憎恶这句祖训吧。如今推翻他的机会到了。
知道你很聪明，你且想想，他日我若顺利登基，我为国君，你则为国母。到时候，你可以将任何人踩在脚下，难道你就不动心吗？既然我们是夫妻了，自然要同甘共苦，共享荣华。试问你手中的阴阳卫，又有谁人不怕？所以，我们达成共识了。我可没有答应你。我知道，你秦玉宁是不会屈居于人下的。等你成为我的皇后，那些令你不悦之人，还不是随你处置？哪会像现在这样，什么人的气都要受着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昨晚你为何会走错房间？就算你底下的人蠢笨如猪，也不应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，有人故意制造这一切？不是故意，而是利用。这个人究竟是谁？你比我更清楚。对你，他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情谊。在他眼里，云浅月才是自己人。就算你为他失了身，落得今日的境地，他连一眼也不会看向你。所以看来，你昨晚走错房间，根本就是他荣景故意为之。恨吗？恨就对了。原本我只以为他并不在意，却没想到，他竟以如此卑鄙的手段教训你。他算计你委身于我，于公，他利用你，甩掉你；于私，他又能从我身边抢走月儿。别说了。听着，在荣景眼里，你一文不值；但在我眼中，你已是我的妻子。所以此次回宫，你我必须联合起来，打消他心中的盘算。待日后寻了机会，我会将他逼入绝境，任你处置。宫里传来消息，冷王爷被皇上召进宫，就再也没有回府。看来冷王爷是被请住了，否则父皇今日也不会突然急召我回京。这是王爷的密信。原来他是慕容家的长子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吩咐兰家众人，今夜就行动。是。秦都官，相信你已经做好决定了。老伯，我想问一下，原来这家住的人都去哪儿了？啊，
这家人呐早就不在了。自从慕容家出事之后，他们连夜就搬家了，到现在也没音讯。哎，公子，这是齐国以前的旧部，你认识他们家的人？哦，不是，只是有些事情我想问一下，多谢老伯。哎。